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11月20日嘅香港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港股真係有啲反覆無常啦，恒生指數收市升咗0.02%，報25,835點，而恒生科技指數就跌咗0.58%，報5,574點。成個市成交額有2451億元左右，連續3日累計跌咗過千點之後，今日算係窄幅上落，早排仲試過反彈㗎，不過午後啲沽壓出返嚟，搞到個市最終都係企唔穩。講到板塊表現呢，科技股就真係幾得意啦，朝早受惠於英偉達份靚仔財報，金山雲升咗差唔多5%，快手、W 都升咗2%幾，但係晏晝就腳軟翻落嚟。反而係啲遊戲股同零售股表現參差，中石化跌咗0.22%，周大福就微升0.07%，算係頂住咗部分跌幅。至於點解個市咁反覆呢？主要都係因為英偉達嘅業績真係好標青，第三季營收570億美金，升咗62%，盈利更加係大升65%，搞到全球 AI 股情緒回暖。不過投資者仲係驚緊 AI 估值有泡沫，加上啲新消費股好似泡泡瑪特咁連續2日大跌，今日跌咗2.52%，反映市場對高估值板塊冇乜信心。展望聽日呢，要睇實英偉達後續嘅指引會唔會繼續帶動科技股，同埋港股通科技指數嘅估值而家得23倍幾 P， 仲係歷史低位，或者有機會吸引資金流入都未定。總括嚟講，個市仲係審慎為主，大家要睇路啊！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